咱时间咧关系，就甲即摆会开始来交互咱的高教授吼，啊，高教授即个无线麦克就好吼，好，多谢。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吼，好。今日歹势，我伫前我听我惊迄个冷气，所以歹去风吹着。我今日要讲的题目是政府的双语国家政策吼，对本土语言的影响，啊，甲咱要哪去应用的之道吼。我先要我首先我介绍我家己，我是台湾大学语言学的研究所吼，伫遐做教授。我今日嘛看我规个真欢喜看到林老师，啊，搁今日吼在座朋友，我相信恁今日要来遮，应该是对即个主题嘛有兴趣嘛有趣味，啊，想要加听一寡，要知影讲到底啥物是双语国家，这对台湾有啥物影响？啊，我相信即摆即个时代就是讲，咱知影讲等阵就开始介绍啦吼，就是讲即个政策对台湾影响足大，伊可能会影响几啊代，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时间就是语言学家爱出来讲话的时间啊，因为爱徛出来讲一寡话，然后互较侪大众知影即个议题，吼啊，甲即个知识甲传出去，吼啊，所以我本来是感觉讲，即个做一个运动，啊，我希望我今日讲的遮未来吼，嘛是会阁继续阁讲，啊，希望用透过一直讲，啊，互政府知影讲咱的意见，啊，我嘛希望愈侪的台语的团体会使咧合作起来关注即个问题。因为阿辉老师叫我来演讲嘛，我就一直想讲要讲啥物款的题目，啊，我本来想等下我先讲。我本来家己想讲，即个题目可能是会使甲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今日个演讲的内容吼，几个重点。第二个就是我会介绍啥物是2030年的双语国家政策的内容，啊，甲伊的影响。第二个吼，咱要来改变即个双语国家的政策，吼，咱有啥物款的讲法会使来改变吼。第三就是咱来看其他国家的双语国家，咱来看台湾的即种发展吼，其实是无符合即个语言发展的原理，啊，我会甲大家介绍一下。第四，咱看讲，咱了解即个改变了后，吼，咱本土语言要来做即个复制。我知影讲，即个第四个问题，其实咱即摆有一个国家语言的会议，大家拢咧讨论，已经足侪讨论啊吼。但是我感觉讲，嘛提出几个重点，吼，甲大家分享。啊，第一部分咱来看即个双语国家政策的内容，甲伊的影响。啥物？这是到底啥物是双语国家的政策？吼，我相信大家拢可能有看到报纸吼，比如讲2月份的时阵，自由时报吼用规版的拢写即个议题，吼，啊伊嘛有请一寡台外文系老师来讲，啊因为迄个老师嘛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以前嘛捌做过外文系教授吼，因为阮当阵语言所甲迄个外文系是合并的，吼，啊所以伊当阵拢是同事。但是我相信，我甲迄个老师有小可无共款，莫讲小可，其实是无共款的看法吼。所以咱即摆要问就是讲，即个双语国家的政策到底是啥物？咱来看。我即摆要问大家讲，到底双语是倒双语？吼，其实咱的政府就是讲，就是英语，其中一个是英语。啊，另外一个吼，政府拢无讲清楚，伊敢讲咱台湾要做双语国家。2030年就是双语国家要甲伊迈进，吼，要做到即个目标，吼。所以拢自头到尾啊，咱毋知影伊讲啥，但是咱相信，咱若在座的各位拢知影讲，其实免讲，咱就知影讲，即就是华语，吼。所以咱知影讲，这就是台湾华语，绝对无问题，吼。啊，即个政策到底是为佗来？就是赖清德的真。院长吼，伊的指示吼，伊讲咱面对即个全球化甲即个国际化吼，所以即个规个即个潮流吼，所以咱来提升国民的英语力吼，来增加咱的国际竞争力吼，啊，所以伊伫迄个2008年吼9月19号指示讲，以即个2030年做目标吼，要甲台湾作为一个双语的国家。我讲即摆讲一个笑话，就是讲咱昨午，大家有注意一个新闻吼，中国拄仔相反吼，迄个习近平讲不要学英语，不爱学英语啊，大家
暂时莫学英语啊吼，即大家昨下看新闻，会感觉足趣味的，拄啊甲台湾拄啊相反吼。啊，咱即个主要就是即个国发会吼，国发会伊有召开即个会议吼，然后伊讲，吼，咱即摆要开即个，咱做一个拿度，啊，这是一个跨部会吼，会议才3场尔，然后地方政府呢交通会1场吼，然后这是台南，本来是为台南开始的，啊，尾来偌清地，伊就是为台南吼，走来甲中央，啊，伊就是要杀即个政策，啊，尾来伊迄个。国华会迄就甲提出来做吼，啊，即个代志本来大家拢毋知影，但是最近差不多这1、2年，我就发觉讲媒体愈报愈大，吼，大家我头讲的，自由时报规面拢咧讲即个代志吼，讲即部分其实即个英语的优势的环境，吼，其实是有必要的。吼，咱台湾可能一寡迄个国际化啦，啥物啊，其实这话即摆就拢会使做啊。哦，比如讲你。伊这头前讲啥物双语的观光的环境，啊，比如讲你一寡迄个所在吼，你有一寡英语的解说，一寡迄个叫做啥物，咱迄个语叫做案内吼，案内就是讲要介绍迄其实拢是应该，咱嘛有英语的，这部分无问题吼，大家会记这点就是咱即摆要看就是这个教育这部分影响足大。啊，即摆这就是这部分就是为网络找就是国家去写吼，因讲吼，这个推动的理念就是这4个吼。结果伊这第3个就讲吼，我这个政策要兼顾双语政策甲母语文化的发展，啊，其实这足好笑吼。等下咱来看，这伊自头到尾加即句话讲到母语尔，其他就消失去吼。啊，但是咱即摆讲转来看这个。伊即个难度就是讲要做啥？我感觉讲有一个足好笑，就是遮人拢换做台语，毋知要偌好诶。哦，遮人拢换做客语，换做原住民语言，毋知要偌好诶。结果是英语，吼。咱等下过来看。啊，这就是伊的说明。我遮用一个镜头，即个镜一只吼。伊讲吼，我即个政策吼，我用华语来讲，不会压抑母语教育的推动落实。啊，其实这是完全无可能的，吼，这就是一个家己的想法，吼，所以我感觉讲国家伊若有一个政策，尤其是建筑啊政策，其实要找一寡语言学家来参详甲讨论，吼，啊，所以可能找拢是赞成的，伊拢无听到这反对的，啊，其实反对的语言学家其实不了解，吼，我听到我足侪同迄个我熟悉。大家拢伫私下拢咧讲，这个其实有问题，吼。啊，即摆咱来看，双语国家的概念，甲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根本是冲突的。为甚物？因为双语国家甲英语，吼，叫做虽然伊无讲是国语，但是总有一天伊若讲双语国家，当然嘛是英语就变成咱的国家的语言啦，吼。啊，但是这个官方的讲法就是讲要以2030年做目标，吼，未来会使甲英语叫做官方的语言。爱看讲这10年做了安怎，才来看讲要甲英语变做官方的语言。吼，咱即摆看就是讲，但是双语国家的名称吼，就会造成一种概念，就是讲英语甲华语才是上重要。这就是咱足烦恼的代志。咱即摆来看，这政府就是一个矛盾的做法，就是讲，咱政府好无简单，足无简单嘞吼。这伫2008年的12月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咱足欢喜拍扑啊，因为咱台湾语言过去拢受到国语政策的打压，吼，啊，所以一直流失，一直咧消失。结果咱拄咧欢喜尔，哇，国家拢佫推出一个叫做双语国家政策。随着甲你拍一个头落啊，吼！咱即摆过来看就是，即个原本爱分着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言的教育资源，拢去用英语分去的，因咱人的一生时间拢固定的。啊，这就是头拄我讲，互实际就是讲，迄个为即个2020年开始吼，中小学生爱修迄个本土语言吼。包括遮个，伊家叫做闽南语啦，我是叫台语吼，客语原住民，马祖的
闽东语甲手语吼。啊，这下骹就是差不多咱讲的，吼，就是讲，国小、国中拢是必修一节，吼。高中就是讲伫高一必修2学分，吼，就一节嘛。啊，高二、高三你会用搁较修较深的吼，所以这大家都会记这点最重要。所以就是讲，时间就是安尼啊，吼。啊，我头仔讲咱本来欢喜讲，即个本土的团体啊，啥物大家去邀，其他用一寡课用塞来互母语，因为大家想看嘛，我一礼拜上1点钟是咧北啥物导游，吼，学生坐伫遐一礼拜一节就过去啦。安尼是要学生母语，你为一个语言学来看，根本拢袂通。你看咱自细汉就学一个语言，自细汉开始安尼写字，安尼大家拢伫遐 copy 啊，伫遐自细汉到大汉，开偌济时间，吼。我定来甲我的学生讲，我讲现在语言即个问题，伫台湾较无受到重视，因为大家拢袂记咱自细汉开始开偌济时间咧学语言，吼。所以就是讲，这1点钟就是一个华语讲象征性的，是即摆是。佫分做客语，所以咱台湾家一部分人学台语嘛，一部分人学着客语，一部分人学着原住民语言嘛，所以拢分去啊，吼。啊，所以我头仔一直咧强调这，就是讲，这个缺口即摆拢叫英语怎分掉去啊？啊，所以这内底就是讲，这个教育部开足侪钱用国语，吼，4年100亿归国语，吼，而且就是讲。甚至咱看一个即个上恐怖，讲双语教育要为下骹去到幼稚园，吼，啊，便为幼稚园，大家想看嘛，即摆家长已经拢甲囡仔送去啥物，迄个叫做全美语，全美语嘛，吼，迄拢爱开足侪钱啊，啊，便即个双语教育做落啊，吼，我甲我先生讲，啊，便台湾即个社会就改革化。别你看一群人讲英语，这就是高级的。迄个在一个英语拢啊专业学分班，吼，所有的，因为这大家看这是大院长嘛，吼。当然，咱家肯定讲以前确实对台湾有足侪贡献，但是这个政策咱甲一寡问题讲出来。双元社会，什么叫双元社会？咱来看者吼。双元社会就是语言社会下内底讲，就是讲语言伫一个社会内底有阶级。哦，大家人讲哦，这个语言就是足有效的，你若讲这个语言，你就了不起，你就社会，你就有地位，吼。啊，你若讲另外语言，你就无地位，所以这个叫双元，吼。然后这个双元内底就有一个叫高层的语言，一个叫低层的语言。啊，高层的语言就是啥物呢？就是学校用的语言，吼，媒体用的语言，正式的场合用的语言。标准化，佫有疑点，吼，啊，但是较无人感觉讲较清楚，吼。另外就是讲，伊有迄个书面的迄个语言，吼。第7就是讲，伊有较悬的法律的保护。第8拢伫学校的学习来得到，吼。啊，这咱家看，是毋是甲以前的国语足像的，吼？啊，第2个就是第层的语言，就是讲学校教育无一定会用。第2，媒体。毋是主要的语言。第3，非正式的场合嘛无要用，吼。非正式的会用，但是正式的就无用。第4就是无一定有标准化，嘛无疑点。第5，互人感觉较亲切，吼。第6，无迄个书面的语言。第7，无即个法律的保护，吼。第8，通常伫你厝里内底学到的，吼。所以咱即摆看，这个就是表示讲咱过去的。官校国语就是即种，啊，台语、客语、原住民就是即种。啊，即摆反倒转来，咱搁看英语是变做一个，吼，英语讲咱叫做 super power， 搁一个强而有力的。伊本来已经地位足悬，咱台湾搁家升甲足悬的吼。所以咱来看，咱即摆咱要改变咱的双语国家的政策。我即摆要讲一个足重要的，甲英语学好，无等于台湾来变成双语国家。哦，咱来甲这个观念传出去。哦，有个人讲哦，你江教授反对台湾学语，啊，大家人拢，因迄个教育部就是讲伊去调查，讲咱台湾人拢想要甲英语学好，哦，无毋对。咱过去足侪人英语学无好，家己自卑，感觉讲哦，英语拢学袂好，有一种哦，感觉讲甲迄个英语叫做啥物？华语讲幻想，
我来引起学好，我着即个世界我着变做好，我趁足侪钱，我通做足侪代志。这就是咱台湾的，咱讲迷失，咱一个，我都会形容，就是你看这个社会，就是安尼，足侪父母甲囡仔送去学英语，当然咱感觉英语有伊的经济力，伊是个国际语言，但是咱台湾过度甲英语的重要性，甲无限的扩大，所以我要强调就讲，甲英语学好，无等于台湾变成双语国家，咱是安怎？就是讲。英语也是台湾的外国语，这个观念足重要。但是即马民进党政府想要甲英语变做国语，这咱来推翻，咱来甲伊讲这毋对。双语国家的政策是教育的战术头顶，会甲英语变做国语，这绝对咱看会到。咱若这个政策一直行落，无人去甲伊讲这毋对。咱后边就是看到这个现象，咱即马爱反对这个做法。英语加用是台湾的外来语，为甚物？因为英语甲台湾无历史的连接，咱任何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伊的语言绝对甲伊的土地是连的，无连的语言绝对是外来语的，这绝对是世界上拢毋捌有例外。结果台湾是要行到无共款的路，阮咱即摆过来看所以面对这个2030年的双语政策，咱有一个诉求，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名爱改做2030年英语环境的优先的政策。咱只是优先，但是咱毋是双语国家。因大家知影真正双语国家是啥物？听讲、写、搁读，拢平好。全世界即种人足少的。我定来甲我学生讲，我讲一个囡仔若一生2个语言平好，共款会晓讲、会晓听、会晓写、会晓读我讲，这就是老天，你若信佛教，就是佛祖；你若信迄个上帝，就是伊互你有这个机会。其实全世界要2种语言变好的，足少的，因为人的一生敢若要学好一个语言，都已经开足侪时间咧。所以台湾无可能双语国家是话好听。你真正讲若要真正双语，你变做爱安怎呢？你早时可能半工拢要读中文、华语，下晡规半工拢读英语。安尼你就互你去分，但是安尼去分当然嘛有伊的另外迄种困境咱即来看就是讲台湾应该甲即个英语的优先的环境，甲英语变做主要的国家语言的教即个概念，爱甲伊分开。即个我感觉最重要，因为我感觉咱足侪迄种政府的官甲即2个谈做伙起来啦。伊毋知影讲这是分开的所以我即个复习一摆，较多爱伫讲啊。第一点影响上大，其他拢是英语的优先的环境。即咱其实有诶，拢即摆拢做会到。比如讲，你爱翻译，你拢请迄英语好人开始就甲遐官方一寡迄个法律的，你用翻做英语嘛，即咱拢无反对啊。第二个，双语国家的名称一定爱改。因为即个名阁有一个问题，伊甲台湾的原住民语言拢排掉去啊。你想看觅，咱即摆若是英语、华语，安尼是毋原住民语言基本拢连排都无排着，但是咱知影咱台湾历史、原住民的文化对咱台湾足重要的，非常的重要。咱台湾要建构咱的台湾的本土意识，我感觉咱要甲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规拢找出来。所以，即个双语政策不只是甲台语排除，上重要是原住民即个语言完全伫即个汉人的文化底拢排除掉去，所以这个名有问题第二个诉求就是，台湾的语言的发展甲即马政府无投资甲双语国家政策同款的金钱甲计划，所以这个双语政策是国发会嘛，这个台湾语言发展法是文化部嘛，所以因两个爱坐落来，爱强调针对本土语言发展。提出一个完善的规划，甲台湾人讲，现在我通过这个法啦，结果当然这个法阁通过一阵嘛，差不多1、2年。但是咱还有一寡做法，袂使伫遐北投游，北投游就是等于我只是甲台湾人讲好一个互你欢喜的，但是根本迄个真正的效果看袂出来，所以我遮下口有写，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台语客语原住民因为国语政策的成功，
目前祈求讲伫加来学即个语言，因就愈来愈困难啦。吼，咱要有学校来弥补，结果学校加一件。啊，尾就是讲，咱咧中心，若讲真正爱双语国家，就是台湾华语，搁加一个台湾的本土语言，吼，可能啥物地区。啊，另外你若讲真正要学英语，英语是外来语，吼，啊说台湾至少大家人拢用3种语言，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本土语言爱先爱做一个，吼，叫做你讲 foundation， 一个基础。另外要讲就是讲，即个即摆翻译的软体甲迄个 AI， 吼，即摆拢足进步啊。其实吼，坦白讲，即摆即个世界要学英语，比学本土语言，你讲迄个网络头因拢是资源，啊，搁另外迄个翻译的迄软体即摆足济吼，啊，我毋知遮有迄个网络使看，吼，若有看，等者我会使互大家看一个，还是尾仔再来看。尾啊，尾仔再来看好啊。即个就是一个迄款影片，就是讲即摆已经迄个 Google Translate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比如讲吼，我毋知即摆是毋是真正，我看迄个 YouTube 吼。比如讲我即摆看即摆这是西班牙语，啊，我用我的手机甲对咧。哦，比如讲即摆台语啦吼，我用迄个即摆台语用翻英语，我即摆甲对咧，就变做英语啊，我规拢看有啊。啊，即个西班牙语，我即摆甲用即个手机甲对调的，就规拢变做你要爱的语言就走出来，就恐怖的。即摆迄个 Google Translate， 吼，迄个 Google 翻译吼，我以前10年前，我还甲讲翻译拢足济毋对的，结果我即摆看进步足济，有够紧的哦，而且翻译足好的，有诶拢翻译啊，你互你想袂到。所以我讲即摆人喺西方已经咧发展即种翻译的。未来就是讲，即个翻译的软体啦，愈做愈好是。根本你英语若有一寡程度，你着用去走世界啊！你袂有问题。你要甲阿倒仔交流是啥物啦？你摕一支手机啊，伊即摆讲中文，你即摆已经拢有啊嘛。阿倒仔伊着摕一支迄，伊甲你即摆我讲中文对无？还是讲台语？台语即摆佫无，但是我讲华语。啊，对方着会听到英语啊，啊，伊着用英语佫讲的时，我若听无，我着佫。用这看，我就知影你讲啥，甚至伊的话佫会变做迄个语言。即摆科技足进步的，吼。啊，迄个我顶面仔是看一个新闻，但是我迄个可能爱去看一下。那像迄个马斯克有无？伊已经，那像迄可能一寡较无好讲，去动物做实验，我甲迄动物放一个晶片进去。啊！你动物讲就会了解语言，吼、我咱就是看，我佫无足确定，但是我尾也无去看迄个新闻，就去看嘛。所以未来科技是足恐怖的。所以讲，如果咱的科技若真进步，吼、其实咱会使用本土的语言做一个底，迄足重要是迄个文化。啊，你迄个外来语，其实你用透过即种翻译的，其实足方便的。所以咱台湾敢有需要开几百亿去投资这？哦，当然，我感觉讲，我头拄讲迄友善的环境，咱来台湾要行出国际社会，当然伊要一寡投资，但是袂使去影响到咱本土语言的发展。好，啊，即摆咱来，我甲大家分享吼，希望你莫客气啦吼，希望头拄讲的，互你有一寡迄个想法。我即摆甲大家讲，就是讲，咱来看其他国家的双语的迄个国家，看有啥物款的吼。好，咱即摆来看。台湾爱避免踏入踏入即个互人殖民的后步吼。咱来看亚洲以英语做国家语言的，还是官方语言的，拢是互英语国家殖民的国家。大家来看即个年啊，足恐怖的。哦，我咧做即个演讲的时阵去查迄几年吼，看到真正会流目屎。你看，迄真正殖民足久的。新加坡互英国统治117年。香港互英国统治157年，马来西亚互英国统治169年，菲律宾互美国统治较短啦，49年，印度互英国统治吼，伊这两个时间中间有插其他的吼，236年，大家想看觅，比咱的一生阁较长的，几啊倍，哦，啊，迄长的时间你看，
人才甲英语做因的语言，迄要学一个外国语偌困难的，你知影无？哦，咱台湾无即个环境，咱是咱想讲要我一直强调，咱毋是去互市民的，人去互市民，佫无一定学会好哦。咱即摆来看，去互英国市民的国家吼，因有天然的环境去学英语，但是台湾的双语英语就是爱甲外国语，因硬要甲伊变做国家的语言，所以你变做爱安怎？你是毋是爱请一寡外国人？让我看迄外国人的面色啊嘛。台湾敢有较济阿斗啊？咱阿斗即个名较无好听啦吼，咱讲美国人吼，即阿斗啊小可迄款。就讲咱台湾敢有遮济美国人？吼，咱台湾即摆经一个现象，就是美国老师的薪水比咱台湾老师本土佫较悬，白白教英语因的钱就是较悬。吼，好啊，咱即摆来看，其他遐毋是英语国家的，因学习英语拢甲英语当做外来语。吼，大家来看觅。啊，即摆我互大家看讲。其实你连要学实名制语言，爱开出一个时间呢。咱来看日据时代的例，互大家晓者。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互恁大家晓看觅。日本人走的时，台湾有偌济人，敢听有日语有差偌济啦？50年哦。哈？30%。有诶数字无啥共款，我即摆甲大家分享一寡数字啦吼。我只是讲，日本人来是甲台湾人，吼，鸡同鸭讲，讲袂通嘛吼，讲袂通只好安怎，就爱日语的教育。我伫台大开的迄个通识的课吼，台湾语言甲社会，我开出一个时间讲日本时代的即个国语政策吼。咱来看即个资料是叶国华教授吼伊的资料，咱来看即个图吼，咱即个统计。哦，查甫查某，啊，迄男性会晓讲日语的，伊即就是一个统计图嘛。哦，啊，迄个一条线，即就是伫1900、1900进前出生吼。啊，伊晓讲日语的，伫1030年代才5.6%。啊，1940生才10.4%。啊，即摆愈下骹是愈少年的，愈晚生伊的。愈济嘛，啊，迄个1915年生这就22.33%，吼，就是讲这个数字你来看，愈少年的愈济，但是，互你较济，差不多1930年的时阵，吼，查甫是差不多73.7%，查某是，但是这毋是哦，这毋是讲你拢只是讲你小可你有听有安尼叫做解日语者，吼，咱即个过来看吼。迄个叶国华教授有讲嘛，伊讲，迄个时间愈久，就是伊迄个吼即个国语政策共款嘛。第二就是愈少年的，伊的提升愈紧，吼啊查甫拢比查某较紧。啊，咱看即个图，就是吼日本时代差不多色愈深的，就是表示会晓讲日语的愈济。结果发现台东会晓讲的原住民讲日语讲啊上好，你知影无？这啥物原因？因为你愈弱势嘛，愈弱势时阵，你互人控制，你爱学迄个强势语言，你着学啊愈爱学了愈好吼。啊，这就是一个百分。但是你来看哦，一个周伟尧教授，大家应该拢知影嘛吼，最有名一个历史系教授。伊吼去找即个，伊讲即个国语叫做国语解者，国语的解者，就是伊知影国语听有啊会晓有理解。咱来看伊人口，为迄个1905年0.38%，甲尾啊1937年的时阵37.38%，吼。啊，咱来看国语家庭，什么叫国语家庭？国语家庭就是你拢会晓讲嘛，啊伫厝里，吼，啊你去申请，啊通过了，伊甲你办一个国语家庭，吼。拢总一直到1943年才1.3%，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学一个实名制语言，你开50年，哦，结果才是安尼尔。当然，迄个时代甲即摆已经无共啊，哦，但是咱知影讲。其实要学一个实名制语言，无遐简单，所以台湾哪有可能2030年就变做双语国家？大家用这个
叫逻辑来想，就知影讲，迄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啊，画出来，画了足水的，吼，可能有选票，我毋知影。但是我意思是讲，吼，这是你来看，就是世界上就是拢安尼，市民才会去学迄个语言。吼，你爱大家拢是学本土，就是市民才来才叫你去学其他遐个语言。咱即摆看瑞士。就来看瑞士，哦，瑞士吼，瑞士就是伊有三个官方的语言，叫做瑞士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吼，四种的国语吼，加一个迄个罗曼史语吼 ，Romance，然后伊迄个对于英语学习吼，每一个学校无共，有的是小学3年，有的是4年，有的初中开始。结果我看网络头顶有一个资料，伊讲因迄个瑞士有研究，吼，因去研究讲，你为小学学到为初中学，所以无啥物差别咯。结果差别足少，吼。即摆咱来看迄个非英语的系欧洲国家，拢甲英语做做外来语，无人甲伊做官方语言。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啊、荷兰，你去查过。拢是甲英语做外来语，无人去甲伊讲英语是伊的国家语言，英语是伊的官方的语言。除了英国，英国本来就是，其他的语言国家无人安尼做，啊，有人讲，荷兰人的英语足好个啊，咱来甲伊看，咱来甲伊共款啊，咱当然欣赏荷兰，大家知影你来去荷兰佚佗，因的英语拢讲啊比人较好。你去法国，拢无法度讲英语。法国人袂晓讲英语，我去几啊摆，因拢无法度讲英语。西班牙人嘛袂晓讲英语，我连去餐厅，你甲因讲我用写，司机先生连一句英语都听无。迄个去法国都直接行到对拢，大部分拢袂晓讲英语。荷兰拄较相反，英语拢讲啊足好诶。德国人英语讲啊足好，先怎？我的回答就是讲，因为荷兰语、甲德语、甲英语足接近诶。伊等到咱即摆要去学客语，坦白讲，加足紧诶。咱要学广东语，我若讲下即个决心讲好，我要甲广东语学好，可能莫几个月你就讲啊溜着，但是伊这就是语言足接近诶。你看咱的华语、台语、甲英语差有够济，大家想看嘛？是咱日本人学英语学啊遐痛苦，因为日本话甲英语差足远诶。日本人足惊英语，伊若想到英语拢会甚至会屁屁出来。你去努力，但日本人掠起，甲伊讲英语，伊拢足歹势。我想甲你讲，すみません，英语听无。咱即摆看新加坡，台湾足明显是毋是要行新加坡的路？大家拢欣赏新加坡英语讲足好个啊！即摆咱歹势讲香港香港即摆已经新加坡啊，头仔我有讲个，新加坡人市民足久个。咱来看伊的人口是75.9%，是迄个可能为以前的。其实中国即个名足，毋是讲伊讲伊即 China 只是一个地理的名词，去移民过。差15点，这是维基的资料迄个Malay马来语，迄个7.5是印度的后代，1.6是其他的伊的官方语言有4种，但是大部分拢用英语尔，其他只是一个咱讲官方，但是其实是英语这个1983年12月21号是新加坡政府宣布讲1987年的时阵，87年的时阵开始要用英语来做学校的第一语言，但是伫学校。学生用选择华语、马来语、Tamil 做伊的第二个语言，官方语言主要是英文做主。自从这个政策开始了，伊的华语就开始淡落来。开始新加坡发觉讲，因为囡仔拢袂晓讲华语啊，时间来不及啊，华语已经淡落。莫阁讲新加坡阁有啥物，迄个用叫做福建话，遐个。遐个拢一直淡落。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我请大家可能咱用华语来念，就是黄宣范，就是
黄老师吼，这是我的恩师吼，伊就是代代已经所有的迄个第一届教授，就是讲我拢家叫做阮的创建的迄个教父就对啦吼。伊即本册内底吼，即本就是台湾可能到即马为止，阁是唯一的一本吼。这叫做，这我上课咱用一个叫做语言社会甲族群的意识吼。台湾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吼，到即马可能即本册还阁无人会超过，就是这我的老师写吼。伊内底第421页，我请。你甲你念者好无？用国语啊，华语啊。都会使，你用台语。其实新加坡真侪华人，虽然当时讲英语较好，但是因真自卑，自卑情感。比起英美国家，因自觉英语是自由的；比起台湾、中国，因的华语是自由的。是一个二流语言的社会，才会当发展出一流的思想、文化、福利了，活力去读过来，活力的社会，代表人类思考，用极端的文化、科学、艺术的活动，会建立伫二流语言社会基础。敢安尼，这个问题是新加坡领导者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对吼，这伊讲了是足好的，所以新加坡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我即摆无囥迄个网络吼，我去找一寡迄个网络，就是迄新加坡人讲拢3种语言插做伙。吼，我有捌甲新加坡人出去，我去印度，我想奇怪咧，一句话若像英语拢讲袂了，讲袂完，内底拢插出一华语，也是。顶毋是一个完全的语言，咱拢想讲伊英语讲足好诶嘛，其实毋是安尼咧，因迄3种语言拢插做伙，啊，佮甚至迄个华语，迄个叫啥？华语叫做语尾助词，吼，拢插去个英语去，所以伊个英语表示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无完全的英语。咱莫甲伊这咱毋是讲你甲伊讲，我意思是讲，这是语言一个自然的发展。当你学一个语言若无完全，伊就变做安尼。啊，所以新加坡变做啥物状况？伊的一寡知识分子拢讲英语，吼，啊，其他咱若分站吼，劳工诶，啥物中站，就是拢毋是讲英语，但是就插做伙，吼，啊，所以新加坡有伊的问题，吼，所以咱台湾咱去翕势讲，啊，即摆新加坡反过来，伊才想讲华语，结果伊想啊，华语是讲要甲中国要交流。是讲害啊，大家拢袂晓讲华语，啊是讲爱有交流嘛，啊才开始吼，啊佮其他因为想着讲，这嘛是新加坡的政府尾也想讲啊，什物儒家的文化爱互新加坡有即个开始想讲爱来注重即个华语教学，我已经做来，因迄规拢落落，所以新加坡即摆的华语的能力，甲伊原来母语拢已经衰退，吼，这就是新加坡目前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讲新加坡敢商业国家，其实毋是安尼吼。伊的阻碍就是其他吼，显我即个甚至即个新加坡的总理当阵想讲要甲华语要搁囥倒，结果新加坡足侪人无爱，遐高层的遐知识分子讲无爱，因为讲英语，啊其他遐什物马来语的 Tamil 遐嘛无爱，吼，啊所以变做讲伊的语言就变较足复杂的，啊，所以我讲新加坡伊的华人，佮变做一个混合的语言。啊，我即摆问就是讲，世界上敢真正有这4种拢共款好的商业国家？哦，咱想讲，加拿大是毋是安尼？咱可能捌听过加拿大，毋敢是真正的商业国家，但是根据即个黄老师即本册内底418页内底，吼，有讲到，伊讲。加拿大的人口有2670万，吼，英语的人口才1500万，法语的人口680万，其他就是英语佮法语双语的人口，其实已经无济啊。吼，根据1991年的人口的普查，吼，加拿大有230万人伫厝里佮用英语、法语以外的语言，差不多总人口的8.4%。所以你来用数学来算看卖讲。
遐双语的人口敢占加拿大的大部分无？加拿大其实一部分人讲英语，一部分人讲法语，迄法语甲英语人可能进前冲突足大，迄魁北克 Quebec， 尾也是有一寡迄个大家伫遐对立，即慢慢解决即个问题。加拿大佫伫迄个2009年的时阵，因佫提出一个原住民的语言法，来保护因的，因发觉讲因的原住民语言超有70个，一直消失去，所以开始有即个保护的方法。台湾即个双语国家政策，像我讲的，互即个语言甲权利的关系会佫愈大去，所以咱台湾无去行入迄个新加坡的后步，咱甲英语来当做一个上重要的语言，会造成其他语言的流失。我甲大家分享，我一个朋友，因囡仔送去私立的，早时拢学英语，下晡拢学华语，一3、5暗时转来就送去学英语，安尼佫已经伫校佫无够，佫使学英语哦。我敢若甲伊讲，我讲吼，拜托你甲伊讲台语，伊会一心甲你感谢。我讲吼，你互伊，我一直甲伊讲，我讲你甲伊讲台语，互伊自然会晓。因为你无需要甲伊送去补习班，你就会。台语我讲很认真，结果伊直甲我看，结果等于甲因囡仔讲，开始佫讲华语。我敢若甲伊讲，我喙咧破，我讲拜托你甲伊讲台语，互伊一心会甲你感谢。我讲我目屎就要流落来。伊嘛甲我当做我咧甲伊讲迄款，嘿，我感觉讲，这就是一个台湾的华语讲写照。这个咱台湾人看袂起咱家己的语言，我等下要讲，看袂起咱家己语言，甲英语看很悬，这是啥物道理？这实在是我有当感觉真悲哀吼。这因为我伫台大咧教册，我定甲学生讲，我讲甲我咧上课，你准备这个课程，家己就感觉。你拄了解台湾历史，你会感觉讲，咱台湾人爱徛起来，咱无搁大家无搁互失眠啦，一定爱家己做家己的主啦。好，第四，我即摆讲就是本土语言的复振，啥物关？即其实来讲，真正是我讲较迄个重要，就是讲，我一直咧讲一个观念，叫做语言的转型的正义，因为咱即摆讲转型的正拢讲二八来遮的嘛，其实。咱的语言，我要甲大家分享。咱的我想到最近一直咧嘛咧对这种愈来愈有感情。因为我想阮爸爸就是失去的一代。阮爸爸迄日语学我小学5年，结果国民党来啊嘛，伊的语言就给人摕掉去啊。所以阮爸爸一生一直定甲，因为阮爸爸尾也去日本摕农学博士，伊定定，我若有日本朋友来，伊就甲我讲。拜托你叫遐日本朋友，伊要去甲伊讲话。阮爸爸一生就是想要讲日本话，当然迄是一个失明的语言，但是迄是伊小学的时阵的语言，结果伫个人生内底怎啊无去啊？我无法度了解伊的心情，我真正伊当初我拢毋知伊的心情哦，一直甲我爸爸过身去，我一直去想伊的人生，我才发觉讲，其实这就是。我愈来愈了解，我读台湾的历史，我去上台大迄个通信的课。你愈看台湾历史，你就知影讲，台湾即群人无人替讲话呢，伊就是安尼消失去啊。但是迄痛苦，咱的语言摕掉迄种痛苦，无人知影。伊甲二二八迄无共，二二八迄是迄个创伤，你目睭有看。但是即个语言的创伤无看，伊就过去啊。即摆过去了，华语讲做温水煮青蛙。伊就过去啊，拢无人甲伊讲话啊，大家拢袂记哩啊。就哪讲，咱即摆受国语教育，咱讲华语，咱嘛袂记哩讲咱过去是安怎，结果咱过去是挂交牌啊，即种，迄是会讲袂出来吼。所以，迄咱的政府遮个人行过来，我感觉讲奇怪，咱即摆毋是讲咱遮个政府人毋是行过遮个路，现在伊咧讲互咱重新去行遮个路，因为我定甲学生讲。学一个语言是要互咱有信心的，但是你看咱台湾学英语学我遮无信心，迄啥物原因？迄是因为咱的方法毋对。咱毋是迄个咱英语讲 native speaker。我今日若是 native speaker， 我学英语当然足方便的啊。咱无迄个环境，我甲学生讲我讲你自初中学英语，你若讲学啊足好，你就是天才。因为你为语言的理论、语言学的理论来讲，照你讲你学袂好，为甚物？你时间很少。
我叫我学生去算，我用叫伊算一个数学。我讲你伫学校学的时间，家做一个数学吼，扣掉你困的时间，家除16，吼除做一个数学。结果迄个数学是啥物？60，表示啥物？等于讲伊60天，拢咧伫英语的环境内底，等于人的2个月，60天嘛。吼，你家算讲伊自初中到高中伫校学英语。我甲伊讲，你去送去美国2个月，你的时间就比你伫台湾学的时间较济，所以你来英语学的好就是天才，所以毋好自卑。我定甲我学生讲，你学英语要有自信，毋是要互你自卑的。但是你看到咱台湾，足侪人学语言愈学愈无自信，迄是因为咱的学的方式毋对，咱无迄个环境。吼，我头讲的，所以我即摆佫讲倒来讲，即个语言的转型的正义，就是咱为虾米要啥物叫转型的正义，就是讲。一个民主的社会转型之后，咱咧过去的迄独裁迄个政治的压迫，吼是讲压迫所导致的社会的分裂，吼所做的善后的工作，吼即个工作是包括即3点。第一点，迄个遭受即个政治迫害人，爱互正义，伊去用没收的财产互伊家归还，吼伊的肉体、伊的自由甲性命的损失。的人还是个家属，爱甲赔偿。第二，对即个做政治、受到政治迫害人啊，伫法律甲道德爱甲追究。吼，第三，过去政治迫害的真相甲历史爱完整甲用出来。吼，这咱看着200有咧做啊，但是咱的语言，因为伊无看，所以大家拢无咧注意着。吼，所以我一直咧塞即个观念，就是讲，台湾需要语言的转型的正义。啊，所以咱即摆来看，台湾即摆民间吼有迄个真相甲合解的促进会吼。啊，因第一点就是头前的已经做到对受害者的保障吼。即摆财团法人的28事件的纪念基金会吼，啊，甲财团法人的戒严时期的不同的判论吼，去毁掉的审判案件的保障基金会，因拢有咧负责即个代志吼。啊，第二就是头前咱看第2个甲第3个，拢主要阁足无够，啊，阁开始吼。当然咱有看足侪进步的吼。啊，所以啥物叫语言的转型的正义？就是讲语言的转型的正义是一个社会吼，伫民主的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的独裁的体制的语言的压迫，吼，甲语言的压迫所导致的迄个社会。的分裂甲精神的创伤所做的善后甲弥补的工作，吼，即个工作啊，包括讲，咱对规代遐互语言打压的人爱互因正义，互没收的语言爱甲伊复原，吼，爱甲伊去除即个污名化即个，吼。第二，过去语言压迫的真相甲历史，咱咧完整的甲伊呈现出来。第三，政府爱积极的弥补过去。语言打压所受的集体的创伤，吼，透过教育甲媒体，吼，这重要。但是这就是，吼，咱来讲，因为我本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我搁另外去演讲，别位拢讲台湾的语言的转型的正义，啊，因为今日演讲的重点是迄双语的，所以我即位的 PPT 无委评搁摕过来，吼，所以我主要较简单，所以武器行。摕掉，敢袂使保障？我问大家，我今日我物件无去，人会用还我；我财产无去，人会甲我保障。但是我语言无去，有啥物人拢甲我还来？无可能啊，对无？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一个其实讲起来嘛足悲情的代志？所以这就是现在我特别甲学生讲，我本来就是我的代学生，迄少年应该拢知影台湾历史。伊上我的课了就讲，哇，江老师因上我的课感觉讲。我甲伊讲出一个台湾的历史吼，啊，所以毋是讲即摆少年囡仔就知，因为咱台湾过去大家拢知影，咱无历史嘛。我一代人历史是零的，我甲我学生讲，咱若有1趴就会使，我结果是0趴，我对台湾啥物拢毋知影。啊，所以我去弥补即个台湾的历史，我去读足侪册，但是有的人敢有即个时间去读一册，咱因为对台湾历史拢毋知影。啊，我的语言去互摕掉去，咱这语言互摕掉，毋是干那为国民党来，咱其实日本时代就开始，佮甚至佮愈早。大家知影迄个清朝是咱台湾的白木族，语言规拢无去啊，吼。
迄个搁较早的时阵，迄个荷兰人来是，其实荷兰是所有台湾历史内底，伊上无去压迫台湾语言的。吼，迄当初我为着要了解讲荷兰人甲台湾的原住民是安怎去交流的，我去查即个资料。几个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讲因迄当叫统一，吼，拢讲马来语啊，伫遐翻译安尼。比如讲我甲荷兰人，我是批图做，阮伫遐讲话，啊边仔可能有一个翻译。啊，所以其实就是讲，咱台湾人的历史就是透过这个殖民语言吼一代，规人去日本50年嘛，啊，所以迄个台语拢退甲规个拢是家庭的语言。啊，所以咱台湾文化学会今年是100年，即个台湾的前辈100年前就咧为台湾的历史咧奋斗啊。伊就讲咱台湾人要有家己的语言，家己用家己的语言去思想。结果我甲我学生讲，100年后咱台湾人搁咧问即个问题。到底台湾人是爱用什么款的语言？人100年前咱的先辈先辈，就拢，其实咱台湾的先辈足强的咧。我最近读台湾历史吼，我感觉足感动的。拄啊100年前，咱台湾的一个叫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团，走去日本，甲日本人讲拜托的，互台湾用立法，互台湾有家己的法律，台湾人有家己的迄款，吼，算讲毋是连日本人之下呢。啊，因即个请愿差不多毋知15摆还是14几啊摆，拢无成功，日本人拢甲你压迫起来，啊，搁有一个叫自警事件嘛，吼，啊，所以这就是讲台湾人其实是过去足拍拼、足勇敢，一直咧争取台湾人的迄款的，吼，啊，所以尾个国民党搁来228，迄实在是太悲惨了。迄228安怎讲？一个失语的一代，我甲我学生讲，迄失语毋是干你失去你的语言哦，大家知影日本人。日语伫228了，虽然禁掉，等于你喙齿乌掉去吼。而且即个失语毋是干语言无去，失语代表啥物？伊是一个譬喻，是一个譬喻，就是讲规代人拢无法度好讲话啊，因为大家拢足惊吓，大家人无法度去参与政治啊，因为你可能向歹势，因为你一个社会，你爱精英拢无去啊。哦，我即摆毋是你讲。就是要爱去，我是讲，因为咱讲到即个历史，所以伊即就是你的母语，我要讲就是讲，你的母语无去的时阵，有法度去互弥补。你的精神有人甲你讲，我甲你的语言形容你好无？无法度啊，伊拢过去。啊，即种的吼，我伫过去的语言演讲，我有讲到，大家知影西方的研究吼，迄叫做 shame 吼 ，psychology of shame， 迄叫做。华语讲羞愧心理学，就是讲，因为咱台语长期拢去变做第2流的嘛。啊，伊甲你，我举一个例吼，就是我只要要讲后壁这就是，我细汉时看迄个电视吼，我就注意讲一个现象，很奇怪，拢无台语节目，然后台语节目出来，就一个人出来讲一句3字经，吼，就迄字嘛，大家知影嘛。啊，我迄阵就问我妈妈讲，写了台语，迄出来拢歹人。毋是歹人，就是犯罪，啊无就是迄种无受教育的，啊，这就是你甲洗脑，互你知影讲台语是假路的，啊，咱拢毋知影，因咱拢互洗脑。啊，我甲妈妈问讲奇怪，哪讲台语拢歹人？哦，我袂记阮妈妈甲我讲啊，但是这就是一个叫做，迄就是嘛是一种甲你洗脑，吼，啊，这是一个创伤咧，这种创伤会一代传过一代，吼，这真正大家人毋知，伊这。比如讲，我有创伤嘛，我佫传到我后一代，我后一个佫传到我后一代，变做无法度好讲出来一个悲伤，除非你有去治疗，因为这西方拢足侪研究的，你的语言互摕掉了，你就是创伤，这个创伤比你互拍佫较严重，因为这个创伤是你讲袂出来，你变做一个，迄个叫啥？台语讲，伫你的心内你无法度好讲出来，吼，啊你佫悲伤，所以伊这是一个痛苦，所以我讲一体。这是一个集体的创伤，我都讲出来。哦，这足侪，即可能若有时间，大家咱才来看。即内底迄，即个电影，大家毋知有看过无？哦，这就是叫做伊自头到尾拢无台语呢，叫小七。这个小七本来讲台语，结果去学校上课时，老师甲伊讲：你现在来上学了，不能再讲方言了。大家有看迄电影嘛？哦，啊，所以这小七呢，尾啊，伊的人生就拢变做华语的。
甚至因爸妈甲伊讲话，大部分我是无甲伊统计，差不多拢讲华语。啊，这就是伊的这个导演，我想伊家伊的想要讲的一个吼。我即个甲这用做我的考试的题目，我拢学生看电影，啊分析内底看咧。哦，这大家看应该看过，这内底拢有一寡迄个哦。伊若看到迄，你会感觉佫愈用讲的佫比款咧吼，啊，这就是这个譬如的类话，就是讲，这个幸福路上吼，这个小琪转去了，伊就甲因爸爸问啊，讲，哦，这国语课本要安怎聊？因爸讲国语课本，用个国语啊，因为迄台语无迄个音嘛，啊，所以伊就甲因爸爸讲，这是伊妈妈来讲，迄是国语，毋是国语啊。啊，尾仔就是，伊就讲一句话吼，伊就我用华语来，伊讲配音成华语，讲在他心原本英雄的爸爸，然后在我心中原本是英雄的爸爸变成狗熊，啊，你爸爸本来小飞侠嘛，啊，伊尾来讲，因爸爸已经变狗熊了。啊，根据我的分析，我只要无放伫遮，就是讲，这是一个譬如吼，就是讲类化伫咱的心内，就是咱人拢变动物，会知影啥物原因无？因为你挂一个高牌啊。高白啊代表啥物？用高白啊代表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变动物。这是一个譬如拢影响咱的迄款的，就是咱人来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伊就变动物。结果一这电影，这导演佫真正给拍出来，讲因爸爸变做狗熊，这是动物。那个狗语，狗的语言，吼。啊，这就是看大家看这懂。这小琪笑因爸爸，哦，因爸爸其实这种讲台语嘛，讲台湾会使佮重视来，是一个岛屿社会优势。我头讲拢是这个，台湾这个去人污名化的一部分。其实我伫其他的演讲讲即部较济，但是我今日就是甲伊缩较短的，因为讲这真正足逼真。好，咱来看迄个语言的附近几个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媒体吼，第一个就是讲迄个媒体语言吼，我有几个建议啦吼。除了公共电视的台语以外吼，啊增加华视频道甲公视频道伫黄金时间啊增加本土语言的播出吼，尤其是台语有较侪人的人口，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即可能会使去甲遐个。因为公共电视，我感觉是会使甲因讨论的，吼，用民间的力量。啊，其他遐商业台呢，用鼓励讲，伊来用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言，还是华语的、双语的播出的节目，吼。用迄种，咱即摆毋是足侪配音的有，韩国片啊，啥物，我就一直咧想讲有啥物方法用台湾，即个配音来使用，伊叫做双语嘛，哦，你用听一遍，我听一遍，吼。用双语的频道来播出，吼，也是戏剧的节目。啊，民视甲三立伊拢有暗时迄个黄金时段迄个新闻节目，人考虑加一寡台语。我最近有注意到讲，迄个华视吼开始有较侪台语的节目的时间，吼，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但是伊若讲搁较暗时的，比如讲8点啊、7点迄种影响力搁愈大，伊拢放较早时的吼。另外一个第三点，我感觉足重要就是讲，咱的放假。爱大量的配音，即当然就以前大家拢咧讲啦，吼。啊，即种配出台语、客语、原住民，我感觉囡仔拢最爱看放假影响足大，吼。你若看即个放假，其实就是一个足好的。啊，我只有放一个台语的放假。啊，另外就是讲，咱来投资迄个国际级的本土语言的电影还是电视，即规个拢会去提升咱即个咱拄倒讲的吼。台湾去互污名化，即个本土语言拢记录嘛，拢变做记录的语言。咱来去甲这拍破，互伊变做讲你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语言，是嘛是一个高级的语言。但是即摆我看足侪电影甲电视，嘛是甲台语吼，变做是一个劳工家己的语言。就是讲内底来做工的，就讲台语。哦，比如讲一个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我有去甲伊规个拢看了吼，结果伊内底安怎咧？
内底拢是歹人，恶道的讲台语，啊无就是出来讲一句什物靠腰啦吼，讲一两句用台语拢去骂人的迄种的。我即摆 PPT 无更加是课程一个 PPT， 迄就是自头到尾拢华语，结果呢出现台语的时，就是犯罪，啊无就是头拄我讲的，伊即就是佮继续拢佮你甲过去遐个污名化的代志，佮继续佮演落，一代过一代安尼吼。啊，所以我有伫报纸写文章，甲即个问题讲出来，我讲咱爱紧诶，甲即个问题看出来，袂使佮继续落去啦。我有投稿迄个《红歌日报》吼。啊，所以尤其是即个影视的即个媒体吼，袂使佮即个语言的迄种刻板化甲污名化。继续就是讲，咱奇怪，咱台湾足侪医生嘛讲台语啊，教授嘛讲台语啊，先咱答辩出来就是爱劳工即个讲台语。当然咱是，毋是讲咱是讲无共迄个阶级，嘛会使讲台语、客语，嘛毋是讲甲劳工会使讲啊。啊，佮另外一个就是讲台语，毋是讲敢若一直甲古早时代连接，嘛爱有新的物件入来，吼，科技啥物拢要用台语。我即摆感觉公共电视的台语做啊袂歹，我家讲，哦，足侪节目拢做啊足好诶，吼。啊，这 YouTube 的制作吼，本土语言的节目的优势，咱若讲政府有鼓励讲，你若做台语的、做客语、做原住民，我甲你补助，吼，申请经费，我相信一定有愈来愈侪。啊，比如讲科学甲文化的教育，会底片大量用即个本土语言，吼，即个学生，比如小学生，所以一礼拜1点钟，伊嘛使阁看即个影片，拢增加伊即个时间，吼。第二个就是讲语言的优胜的环境，就是讲，即我家己有足大的感觉，讲法院、立法院、学校，啊有迄个翻译。比如讲，我顶学期教迄个台湾语言甲社会吼，我一开始无甲学生讲，因为我的助教是一个瑞士的人，伊拢听无台语。我的助教一个外国人，啊内底呢嘛有日本人，我的学生有日本人，啊嘛有迄个为香港来，啊佮几个迄种听无台语的。我本来第一节课来讲，阮即个课中间要用台语，结果我讲袂落，你知影无？因为先啊，内底都是有人听无。啊，我尾仔就是等于一直咧想讲，我下学期我若要讲台语，我有啥物方法？结果我想一个方法，你知影？我大家甲分享，就是讲，比如讲我即摆咧教我用台语嘛，啊，我叫我的助教，叫一个翻译伫迄边，甲我直播，啊，因用迄个啥物？即摆有迄个 Google Meet。啊！即摆我著拍开迄个 Google Meet 嘛，我即摆若听无台语，我著拍开迄个 Google Meet，然后我叫迄个学生为迄个 Google Meet 同步翻译，大家知我意思无吼？啊，我想可能会通，我即摆有咧想即个方法，但是即个较麻烦，就是讲你变做班上有人，著爱伫遐看迄个 Google，啊，佮挂一个迄个耳机台语叫做耳机，吼，就是爱挂一个，啊，所以较麻烦，所以。我毋知影这会通，但是我敢会使试看觅。啊，台迄个周教授，迄做周婉瑶教授，伊就是规节课历史课拢讲台语，啊，所以学生嘛拢会接受，啊，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对我感觉讲，咱若有愈侪即种同译翻译，就是最重要。教育面甲小学甲高中，头咱有讲过，这一定爱时间爱加强。大学即部分，我是跟大家分享吼，就是讲，迄个教育吼，伫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有讲着讲，中央的教育主管机关吼，要奖励大专的迄个学校研究机关来开设国家语言的相关的课程，进行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吼。啊，所以我感觉讲有一个方法就是。台大会使咧，台大其他的大学使用国家语言来上课，啊，这个课程会使用台语、客语、原住民来做这个授课的语言，啊，客语甲原住民语言会使直接伫原本甲客语区还是原住民的区的语言会使增加这个课程，啊，即摆这是台大的语言的课程本为2011年开始，甲迄个2019年变做台湾的学程内底的课程，所以台大嘛咧进步啊，佫有一个足好的消息，就是讲我有一个学生进前来修我的课，我运气足好的，伊讲去选台大学
学生会会长讲选着会长，啊，尾仔伊就去塞一个迄款讲，啊，便台大老师，因台大若讲英语教册拢有补助，啊，伊就去塞一个讲，你若用台语，有人甲我讲啊，讲用本土语言教册嘛有补助吼。哎吼，毋知我袂去问，但是有人甲我讲啊，讲即个就是我即个学生啊，讲用去推啦吼，伊当做学生会嘛，所以这就是台大嘛有进步啊。你讲台大嘛有去鼓励，哦，伊就是讲奇怪，你讲英语就补助，谁若讲其他语言都无补助，这无公平嘛。啊，佮台大佮安怎呢？你若教英语有会系哦，你若即学期教英语规拢用英语教课，你用减教一门课。你知影偌好？伊拢啊，佮有诶补助5万块，有诶学校你若教英语，甲你补助5万块。哦，啊，所以最近我听一个笑话，就是讲即个双语政策来了，因讲你若一个课超过20分钟，即个课就有补助，甚至有诶讲什物20万，我毋知影。伊个伊就耍笑讲体育课，伊就老师就讲 Let's jump，Let's jump， 然后你规头诶。Let's start 开始坐啊，等20分钟，啊，就趁20万。啊，就是一个笑话啦。大家意思是讲，哦，伊个就是讲，你若超过20分钟用英语，你就用领到一笔钱。我咱就听到是啊，但是这当然是一个笑话啦吼。啊，佮即摆迄个拢有咧补助，你若用英语教课，啥物拢有，就是像我讲双语政策，100个，对，钱开落啊，吼。所以你看，咱的台语、咱的客语、原住语言，咱钱开落。比如讲，我有去查原住民语言，伊1年5亿，哦，迄差足济啊！你讲100个4年，1年才25亿，迄差几啊倍去2倍。所以其实若有钱讲话好做代志，所以这表示讲咱的政府，咱来甲观念改一下，哦，其实咱着用做一寡代志。啊，即台湾就是讲，迄个客语嘛开始伫台湾，吼，伫台大即摆已经有即个课，啊，迄个阿美语吼，所以有当时会停去，但是有学生去要求啊，吼，泰雅语就是2019年开始吼，台大课，所以我感觉讲台大有肯定讲已经有本土语言的希望，未来佫愈济吼。啊，台大嘛使互外语的课程甲本土语言吼整合成语言的选修课，吼啊，互台大学生能选修，变做外语即摆这是外语课，你负责即个英语，吼，但是我的学生伊嘛去推杀讲，语言变做选修，即摆像我还袂成功。然后另外就是爱增加迄个本土语言的课程的量，吼，或者本土语言的教师甲外文系老师拢会使做语言教师，毋免写学术论文，因就是语言的教学。啊，佮另外鼓励大家老师用本土语言来教册，吼，尤其是甲台湾内容有关的。即我去甲因，尤其是我感觉医学院的课，吼，足侪有诶拢用台语授课。啊，历史系课其实嘛拢用台语来教吼。啊，所以有诶人讲老师，我来用即个本土语言，学生若无听无，就是我头讲诶，会使有一寡方式吼。啊，佮另外一个足重要的本土语言的书写甲科技，吼，这我想我可能爱甲带过，但是这足重要。我感觉台语一定要有这个科技，未来咱来讲台语，吼，用翻译足紧的，吼，甲华语同款。我感觉这未来就是对台语的学习足重要的。啊，这个书写当然咱足侪人拢去写，这文学啊，啥物，吼，这在座阿林老师啊，像个阿辉老师拢咧推动，吼，这拢是一步一步一卡的，吼。啊，这个本土语言电子化，甲电子科技的结合，比如讲机器人啊，讲台语，吼，啊，语言的资料库，这拢足重要。这其实拢爱钱，啊，国家级的即摆即个国家会议，大家拢咧讲即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啊，甲台湾的，比如讲即个语言啊，新的词要哪用，吼，这我感觉即摆这足重要，啊，去调查新的词，啊，资料库要哪规划，吼。所以最后就是讲，这个语言的转型的正义，就是讲，只要去用夺去的语言的痛苦造成的损失，毋是金钱甲任何方式能弥补。
所以政府甲人民爱了解过去咱本土语言向答案，甲乌名化的事实，爱积极做出弥补。咱大众袂使去忘记咱的叫做语言的受难的历史。咱要有国家做一个完整的语言的报告。第三，咱咧片面伫影视的制作内底，佮做同款的代志，佮去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去讲，伊是一个记录的语言。即种一定爱甲杀掉，爱甲伊弄互清楚，互伊变做一个高级的语言。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高级的语言。第四，就是讲，即摆小学的本土语言教育无足，就像阮头讲，咱爱为根本去甲伊改革。这就是甲拄仔咱讲的双语语言的冲突。咱即摆要怎去改革？我感觉这就是政府爱做的一足重要的代志。结果就是语言的转型的正义，就是讲政府甲人民爱共同努力来创造语言的转型的正义。人民虽然无法度伫精神头顶去得到赔偿，但是未来会使重新去创造语言的平等，把这个污名化的现象去甲去除，积极来创造语言重新的条件，来创造台湾更较和谐的社会。咱的结语就是讲，这个双语国家的政策是一个无实际的目标，咱爱紧来投资咱台湾的本土语言。咱的这个黄老师伊有一个研究，就是讲，咱的第一个语言爱调稳的时阵，咱才用去进到咱的第二个语言。咱的认知，咱的所有的物件，咱才会完整。无你一生怎去学着两个拢无完整的语言？所以你迄个叫做 foundation， 迄个叫做基础，一定要有在。我佮最后佮讲，佮重复一摆，就是讲，台湾爱甲英语优先的环境，甲英语变做主要国家的即个概念爱分开，袂使甲伊插做伙。第二就是讲，本土社团爱关心台湾本土语言发展的人，爱呼吁政府爱改即个政策的名称，佮提出有力的即个本土语言发展的方案。这才是咱台湾一个足重要的目标。